亚台湾看世界，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达成着协议了后，以色列最后一批人质20个顺利回国，因甲亲人揽咧哭，嘛做一届，甲这2冬来的惊讲甲思念做一届来消透。 这对伴侣离开2冬再相逢，互相甲对方揽安安，都惊幸福搁碰见。偶尔和伊的女朋友亚加曼尼伫2023年年底，亲目睭看到哈马斯伫音乐节掠人的过程，尾啊搁互当场掠去。女朋友是伫2024年6月放释放，即马总算等到偶尔回去。 经过2冬的等待，以色列人质的噩梦总算结束。20个人质甲厝内底的人中逢，哪男哪好，有的欢喜甲一直叫，有的诚心祈祷，甲这2冬惊吓甲思念全部透放。同款伫音乐节互人掠去的库佩尔斯坦，伊的老爸目睭蛇，要亲身徛起来，甲伊的后生搁揽一摆。 不过即马实现啊！红十字会车队甲人质再离开加沙，以色列军方沿途护送，民众伫边仔直直握手，迎接新的自由。这738天的折磨，以色列的人质总算是团圆啊！共一天超过1700个互以色列无罪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嘛得到自由啊！ Thank God for this blessing, this woman says, reuniting with her husband. It's my birthday today, he says, tearing up. It's an indescribable feeling being here next to my wife. The Israelis may have destroyed Gaza, but they can't destroy us. 有人伫生日这天迎接红晒，有人甲厝内底人揽掉咧。这场历史性的交换，拢互双方付出代价，嘛互真济破碎的家庭搁再相逢。伫久长的暗暝过了，伊把双方的空嘴嘛会豆豆啊干屁。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